伫台湾一年大概有400个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来死亡，前一日也互外国人讲咱台湾是过路人的地界。交通部甲内政部今仔日就做伙召开记者会，讲今年要混跨人行道，也增加照光设备等等，改善1200个路口。另外，行政署也强调会用科技执法，加强处理这轿车甲奥多摆无要让过路人的情形。走路人过车路，但是汽机车拢无要让，看起来真正危险。台湾交通环境和各国媒体合作走路人的地界。24交通部甲内政部联合召开记者会，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改善走路人的交通环境是今年的重点。马上立即可以改善的新川线的这个退缩的课题啊，这个人行道的这个整个外扣啊，还有包括庇护岛。或是这个新川线的照明等等的人行道的整平，或者是退出骑友，这个部分可能需要时间。我们一定是亮点，然后集合系统，可能从学校到路口和它中间之间的所有的路廊一并把它做完。好的循环，好的衔接，会从这样子的方向来开始。内政部营建署表示，今年的计划估计改善1200个的路口，走路人环境改善100公里，会有20个的示范区。另外，经政署表示，会加强处理汽机车无让走路人，但是毕竟精力有限，若讲到民众检举，也定有民众拄到检举失败，经政署也提出回应。人力上手级的呢，没有办法说全面24小时，所以我们又用科技执法。民众检举，我们非常感谢，那我们会全力以赴。但姚兰表示，自去年开始要求警察机关加强处理案件，就有明显增加，会继续加强宣导。交通工程改善方面，营建署表示，因为需要参地方沟通，目前并无按算需要偌济时间。重点希望每一个改善了后的路口拢是高品质的。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。